世界老虎跌天，巴啦啦巴巴。无个把头讲养爱初上，记得讲我嘅法，有地做本意准做小法，走吧就走吧，全部是来老爱做怕。有钱用慢嘅路，来一步向前，爱行难去，用快有个一百，用嘅所在行行要停停，相爱用怪个意，嘅营养沙天爱天天，故手就本起家，咿呀呀都带的梦多。怎么改嘅广告嘅法？一群龙已经思念一样无穷电台，留白嘅梦，本已行家，就从黑啦来个，也有人语，也有人呀，直到世界不分那听到快乐的快意嘅俩条件，就本嘅离开爱嘅世界，想我记得，我永记得，嘅公路嘅回忆嘅你是路，留白嘅一切就不光带走，你来的生活。And never say love again。你看，亚基同天发都打过诶，我问到嘛该，还有亚路线两亿款过诶啦，我该都冇见到。个鸦片和亚咧，其实行喺在个查看。哎，警长，还是要做唔得落来。我喺前路警官。不是说警官是基中啦？哦，哪个事情啊？但都拢买电动球啊，想要了解一下遐个情况。这个看啦，所有同事做无了，今日个做事，请什么啲个请谁人呢？请耐心等候。难听唔着请无限，顾所长的门款啊，有做天数的提防无？天数？嗯。今年身体无爽快，头痛、发烧、流鼻血无？有无？啊，无呢。我你按你天数呢，排谁啦？俺意思嘿，俺们爱天请生人呢，就算家电发没做的。我叔叔啊，天数好啊，生人的搞本天数带出去，好，按姿势，按姿势。我们要找的是。喂，唔对呀，好，谢谢。天使行嘅声音呢？你讲下清楚啲好冇？好啦，其中来请好啊，俺泡做乜解啊？唔对，做唔对，佢咩嘅好东西，佢咩好人，佢咩人，唔对，做本家干面好便宜嘅，唔好按泡啦，其请迄上阵来，天请来听听啊。佢真唔咩，佢真佢唔咩乜嘅好东西，其实我已经是家父子两样嘅人，爱情的，佢係垃圾，佢係老嘅，佢係魔鬼，係老嘅，佢係老嘅。莫叫诶，
不讲其迄嘛该人，咩不讲做贤又嘛该事，也下生意唔简单。佢做来，无听说天数会多，有嘛该会念，等生意平安做来，这样讲好冇？我即摆袂去伤大声，会互因听到啦。然后常讲嘛，天使送甲细路落伫家里啦。我即摆吼，甲阮太太伫遮吼，有条女囡仔尖叫声咧。你看到有看到风茶囡仔咧？有拿风茶啦？谁复查？有人看到我，较紧去走去走。哎，喂喂，人爱随身带个洗肤茶，要迄件无？个生意呢搞复查有蛮奇怪喏。哦，阿 B， 加伊查清楚，让你请出来问清楚。好啊。来做对看戏无？你做嘛加啊？有没有领铺咯？我爱天晴生人呢，做唔得。Doctor 一样，要就像俺妹去医院让你抢开刀。迄医生做唔得 OP 啊 OP ，operation。青菜，O 也好 P 也好啊。俺有 police 铺咯，你有 doctor 铺咯，侬强用。你好，我是丁丁。莫搞，滚啊！生年唔对，唔好见啊。不管，要来天数，要去来乱。迄讲，因正经上爱寻到娘来的，抢全场警察判案的方式。out。是要打几通你才会接电话？温怡姐，不好意思啊，现场实在太吵了，都听不到声音。现场状况怎么样？都睡得差不多了。好，我应该没有办法到现场，你打开视讯，我远端遥控。可是这个又怎么啦？温怡姐，你好好处理家里的事情，这边我们会处理的。没有我，你们怎么处理啊？我们都照着你的计划在进行，不会有问题的。打开视讯，请你相信我们，活动一定会办得很精彩。Jessica， 我没有时间听你废话。对不起啦，其实老总已经将现场的控制权移交给别人了。交给谁？他要我暂时先不要告诉你。交给谁？温怡姐，你就别为难我了啦。我问你交给谁啊？是提服你副总。不过温妮姐，老总也是为了你好啊。温妮，温妮，听你的，叶大伯。你不要。阿爸这边买啊！哎，红色的东西你就拿点咩？这你讲无爱，你就莫背记啊。妈妈说不能吃陌生人的东西。本次甲老师你的一些时间啊。没时间的啦，你用钱浪翻呢，哪有按多钱啊？也不用莫老人讲嘿。叫讲嘛该啊？
唔就该出的部分，也加分离分。你讲个真实个？我用心长啊！你这个俺夫妻的救命恩人呢，俺总有做嘛，做反本呐，什么啦哦，什么呐，什么啊？永太太，真给什么呢？什么嘛该啊？俺是什么喏？价钱本来救生意呢。你有发到文讲出来。有冇发？第八个问题，你家记到？就赎金除以3啊，很难算吗？你老记迄嘛个关系啊？冇跟冇关系啊。莫个张翁啦，按多钱呢？市场冇钱，就按简单。你迄嘛你啊？圣诞老人啊？行咱的老奥斯卡向我本人放假，记着迄总唔出钱，奥斯卡赚唔来，用个啥？按多钱？请某老爱参详一下。俺冇适当领钱，做乜叫老人参详？因为爱迄娘不牛，像尊崇爱。唔免是准冲也用茶师哦。爱乃是无尊崇公务啊。咱也唔见台和老媒体乱爆料，也喊就准冲爱。警察某老事情处理后，本来就要接受社会的批评啊。其实老人天请生人，因为因警惕了咩？警察也哈放眼枪法势来控用。你爹嘛该啊？没有媒体的压力，你觉得他会鸟我们吗？梦公哎。唔是高嘞，迄个奥斯卡出马个英文，你哪么该负责啊？奥斯卡唔见太多呀哈，你做工嘛该啊？爱夫妻讲咯。你哪？蒙野蔬菜。因直接去警察局就好个啊，不要搞做麻了。你个啊，因等下按多钱，按就工作哈，就算冇麻烦了。王老师，这是最后一批了吧？是啊，辛苦你们了。哦，不会啊，你比较辛苦啊，肚子都大成这样了，还要东跑西跑的，接受那些家长的负能量，你比较辛苦啊。哎，你不要乱说哦，我的孩子可是很乖的，千错万错都是学校跟老师的错。好啦，别这样。其实家长们他们的压力也很大，我们将心比心啦。唉，如果能够将心比心，那就好了。我都快搞不清楚，我到底是老师还是奴才啊。哎，那不是小凯的妈妈吗？真的？小凯找到了吗？还是小凯死掉了？你们在乱讲什么？凯静妈妈，凯静爸爸，王老师，这2天谢谢你的帮忙。不要这么说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只是警察局那边有消息了吗？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，今天特别来学校找你。怎么了？我可以到小凯的班上看一下吗？可是同学都在上课，可能不太方便呢。我不会打扰太久的。我只是想要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。早上警察他们来过了，就算有线索，他们也带走啦。只要一下下就好了，就是一下下就好了，真的就。王老师，警察毕竟不是我们啊，不可能了解我女儿的生活习惯嘛。我老婆是学校爱妈，她很了解小凯在学校的学习状况，说不定她会发现不同的线索。
凯庆爸爸，我能够了解你们的心情，可真的不太方便啊。该找的地方我们都找了嘛，就学校还没有啊。你就让我老婆进去看一下，要不然你跟你们校长说一下吧。我们就打扰10分钟，5分钟就好，拜托你们。好。校长，谢谢你帮忙。这班学生刚好上美术课，不然我也没有办法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凯蒂的妈妈平常到学校总是精神奕奕，看她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也很难过。大概是这样子，这么多听爸讲。因为，摸上奥斯卡。唔系，目前没动作、没消息，警方也不晓得他们在哪里。莫安呢？刚才来去的哦。你有事情拜托你。我要开记者会，你帮我发记者。记者？记者一个就黑眉头呀，为什么要来？你总唔得自家发。因为。莫讲。好啦。去干嘛去？那不重要。晚一点呢，我会把新闻稿寄给你，让你帮我发对你记者。爱爱弟，咩特干嘛去？你跟我真是冇插嘴。但冇很多微信呢，同冇跟人漳州的来见，你去关心住冇？现在就讲人落关的事情。你冇讲咩事情？刚刚老爱讲，咩特干嘛去嘛？我现在真的不想跟你吵这些。
错啦。人家老公操就有力，人爱讲两句话就难了。唔想讲嘛该啊。我爱天数，也没起这个呀。不过，也没想人家老公天数。行嘿，你先来快从牙处理。来，那痛唔错的嘿。哼，爱弟的，爱连处理这么黑，爱将你随主叫床伴，超好。下茶，我讲下茶。是，我们是要找3名国小学生哦。哦，好，了解，了解。好，谢谢你提供线索给我们。哦。无集中，什么给饭，无咪无西。好，吃饭啊，尽量吃啊。哼，后头还有谢夫。哎，组长，我看，刚下保安员去派出所提供的相片，张成过来。弟弟奈无？哦，查一下，请出来问清楚。哎，错。上摆哦，不用弄牙照好，我们直接拿这位啦。阿弟，太贵人啊！无伊，俺娘甲傻啦。哎，over 哈。歹势歹势，给，最安全啊。看一下这份资料。好，边呀，紧是紧看。哎呦！那是假子。哈，妹，俺娘甲啥啦？总管，请问也还有冇个线索啊？哦，弟妹，你问啊？然后给医生加个钱，不用订 IV 啊？仲无人来讲咯。朱师啊，枪上我弟哦，这条钱有输好冇？按多钱呢？唔见这种麻烦的咩？我笑了啊。恁讲迄招讲的，可能也还用上。这么干唔食？冇啦，唔免嘛甲创药天花啦。大的石膏同尾毛葱油，迄套在天花吼。唔免啦。你做乜啦？你拢想做乜啦你？做嘛？眼睛吗？眼睛吗？做乜啊？弟，你看嘛，歹势啦吼，阿爸唔免挑事的啦。你不是我爸爸，我没有爸爸。
李本，你生年很有搞呀？生年7个有讲过，唔是性搞啊？来，你这么惊啊！我當日唔可以去食飯，走唔定。唔好講鬧嘢好冇？我一齊冇，日本唔啱。家姐，唔包到人嚟半夜嘛？過來咯。做乜嘅啊？冇啦，用我部熊草。副市長，我不准同阿妹哦，你阿妹佢演到誒。到底係乜嘅事情啊？仲講，佢想講阿妹啦，將攞佢裝起來啦。我要咩嘅捱嘅嘅？我不准同阿妹嘅，我警告我。摸你啊！摸你啊！師傅。也係用嘅啊，做乜見停定啊？搶上位天數啊！我你輕微險啲冇，轉去啦。冇錢到硬嗌嘢，我冇去轉。再講人哋，我做得用防衛權威出名重啲冇。好啊。喜请见刑犯，正来啊！师傅，阿丢，书里的杯子飞出去了。我知道。师傅，师傅！谁你！上！师傅！警官，请问您捡的这个跟爱情有关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爱情进行到哪里了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？这咋不公开啊？给我！可以透露一下吗？稍微说明一下好不好？放心吧，这个不公开了。No comment。师傅，请问捡的这个跟爱情有关吗？说明一下吧。说明一下。师傅。哎，警官，至少告诉我们，等下记者会带来举行吧。我给你查飞啊。坐好耐哦，冇咁咪梗係要去望下。唔劇裝啊！我急啦。谢谢各位媒体朋友今天来到这里，相信大家已经很清楚，我们的小孩被绑架了。但是绑匪到现在
都还没告诉我们交易的地点。我们真的不惜代价，都一定要把我们的小孩赎回来。所以，如果你们正在看电视的话，请告诉我们，要怎么把我们的孩子赎回来。各位媒体的泰国太子啊，拜托一下啦，然后这消息有放送出去，拜托啦吼，拜托啦吼。听说歹徒是用特殊的方法通知赎金的吗？对，他们是用翻译机读出来赎金。歹徒电话中还提到包包、奖状、联络簿，请问是什么意思？这一方面，警方还在调查。下一位，请。下一位，警察。请问，老绑架案的讯息公布给媒体，这物件要激怒歹徒，真的要危险嘿。这领导都吃屎呢！因为我是个爱复杂。那有卖谁复查？杨雅一德国买转来手工小火车，绝无仅有。门口听。现在在找到了。记者飞收到呀，哈，什么太假？什么太假？现在是什么情形啊？哎，怎么了？请问可以，陈发生什么事了？可以说明一下吗？歹势啦哦，那去了解一下，再来太假报告啦。燕哪妹子啊？哦，不要走啊！不要走啊！要对家长，上一条去查的。出发。弟兄，你兄弟啊！啊！放掉，放掉！请问一下现场状况如何？开口太近，很危险，离开远一点。人之下。我跟你讲哦，啊，让人越演越好，不要使用闪光灯啊！歹徒有多少人啊？状况吗？那就通了里面发生，现在人质安全吗？他们有要求赎金吗？快！哎，视频还没地下片啊！啊！不好意思。哎，妹，你过黑片呢？是眼睛那边啊，还没底包呀啊！哎，你兄弟啊！对，他一张老人讲啊，底给片啊。啊呢？不是，小凯。对。
区长，我要到老县民营机两号了。哦，看得清楚无？看是看得清楚啊，可你要乖乖的。你很乖吗？讲笑的啦。你比乖啊？几天来？堆垃圾啊？我堆垃圾啊？就像有人开过 party， 啊无事安尼啦。啊？还妈个亲亲啊！为什么还不攻坚？到底要等多久啊？队长，家属不受控制。他们在问为什么不赶快救小孩。电批小组多啊！我的小孩就在里面，你们不救是不是？那我自己救。维尼，今妈个时间很低个孬。你用爱方法叫 Oscar 上啦，用手啊！我的下去，很危险。航通。各位观众，现在警方正在进行攻坚的动作，等一下现场可能会发生激烈的搏火枪战，现场家属与警方屏息以待。阿果，救回了没？救回。大头嘞？救回。后面。到。队长都说对了。啊？路边安全吗？很安全啊，还在打电动哎，看起来不像绑架。不是绑架是什么？绑匪呢？你看，你阿留给爸爸妈妈哦，全部都你给等的啦。夫子，阿爸，夫子，阿爸，遇到了吗？不是。陆队啊，是啥？我是救火，我是救火了。没同感，没同感死因。好的，没事情。我们从山转来的，小乐。无小凯嘅东西，全就係小樂嘅咧。我讲小凯嘅小樂誒，做誒唔會嘅東西啊。真嘅冇事情哦。冇。唔過我捱啊，夫子。你不能。然後給以前加嘅錢用喺哪邊啊？就冇人講咯。蛛絲啊，但槍上嗰啲哦，幾條錢有輸好冇？按多錢呢？唔見啲都麻煩嘅咩？喂！這係乜㗎？輸送嘅係？黑巧克力啊！其實老總已經將現場的控制權移交給別人了。我們的小孩被綁架了。咱也唔見台喊老媒體亂爆料。你用愛方法叫 Oscar 上啦！
手放下，坐下坐下。你们三个在这里做什么？有没有其他人？你係乜年？我颜色唔伫迄小凯，也迄奥斯卡冲击来的。唔伫。哦，先不管。你阿条，伊加减买怎么加啊？那个人说要开车带我们去玩。是大天通啊。搞来的，你有丈夫卡？这还蛮高拉啊。搞一年一夜的呢，喊啦。车子坏了，要修好才能回家。做记账的安用的丈夫卡。搞数件咯，你唔打？无得。这道路风的啊。佮用有啉。做嘛大本件没有切的，慢点切的。202-55340，包包奖状联络部 A 给同天发，系咪个意思啊？你阿到底佮在做咩样大天发论吗？佮外亚就许多加减补嘅时间，加3年涨2块几叫的，现在。啊，也唔伫，计唔伫，伊阿条就甘喜啊！但将个预告有冇咁严重？老姨咧上半年许多暗夜嘅素材稿，哈，完全唔是惊，唔要惊。爱无上暗道啊！眼看咯，伊阿条唔系无上暗道，伊阿条唔惊，因为。你条司机，系冇？我做唔掂嘛，我做唔得个。唔正经，我乜嘅想讲嘅咩？专门哥诶，钓起来上到油尖站。当然啦，系讲杨有利兴开做，我较有帮助啊。虽然还有当多搞得唔清楚的地方，不过做得可能嘅系，其实口罩男无上海4年嘅，故所人哋警方会对妖怪方向来判。故所没逃家，黑妖怪。逃家？有冇讲过去逃家啊？不过，到底真相係乜嘅？妖怪還係綁架，一定做到幾隻口罩男爭唔會啲。哦，先安尼，大家轉去困。逃家？你他妈啥讲的？你手尾都按的手机把种。我当初已经说过，我不想要这么快生小孩，是你坚持要生，是你让这小孩要受苦的。算了。
压都压很共发哦。我叫你停啊！不要吵啦！我女儿希望怎么样，我最清楚。小凯妈妈，你就答应咩？啊，你妹要为小凯好啊。好，这位哦。做唔得，阿爸做唔得这哦。平时单枪来啦，弄摸地副卡，你们冇讲来对啊。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我没有必要为了我没有做错的事情道歉啊。你要勇敢出来面对。嘛该讲的，你爱懂事啊！我那王流氓，比迄个说就人客。更不按度后。全部黑暗，同样就无法度讲出真。你的留恋所有的记忆，就地风度不必揣测。遇到悲伤，遇到痛，遇到不知，勇气不怕，何不以后，总会过得天光。不该提来给你留。相爱意，留白嘅故事就存在一个梦，容易走吧，就不要盼到自由嘅路口，系唔系会很多？